花式跳繩咧，除咗可以自己跳啦，又可以同人一齊跳，或者10幾個人一齊跳。2010年，我哋去英國參加世界跳繩錦標賽，贏到有個冠軍翻嚟啦。去到英國識到好多唔同嘅人，同埋睇到佢哋當地嘅文化係同香港係有好大嘅唔同咯。其實我初初跳繩嘅時候，每一次表演都好緊張，記住要每一拍要做啲咩啊。後尾表演得多啦，就開始熟習，好 enjoy 成個過程咯。好中意呢班隊啊，因為佢哋真係好玩得。一個人跳太悶啦，無論你成功咗好開心，或者失敗好唔開心，都冇人同你分享。但係有一班隊友嘅話，就可以大家一齊分享開心同唔開心咯。